Hi，我係 Alex。之後 Time 係一個賣手錶同手錶故仔嘅 channel。買手錶當然係要俾錢啦，但係聽故仔係無價嘅。你仲唔快啲 subscribe 同加入我哋嘅 Watch Club？今集嘅節目要開始啦！從來咧都冇諗過，原來自己都有機會咧去出差公幹。我唔係講緊咧有機會賣錶去外國，而係講緊咧我一直以嚟喺教育界咧都已經打滾咗10幾年。我冇諗過咧自己會有一日咧可以轉工，然後喺非學校假期嘅時候咧去搭飛機去其他地方。一個好平常嘅旅程，對於大家嚟講可能咧係經常發生嘅事。但係對我嚟講咧，係一件咧夢寐以求嘅想像。好多人咧一定會覺得，Alex 你呢個旅程一定係因為咧賣咗一隻好貴嘅錶，非常之值得做嘅一盤生意，所以咧先至會送佛送到西，將隻錶咧送去台灣。不過大家都估錯啦，其實咧佢唔係啲乜嘢好名貴嘅錶，佢咧係一隻江詩丹頓嘅7920V。我甚至乎咧喺之前嘅集數咧，其實都有介紹過呢隻錶嘅。係乜嘢驅使我送錶送到去台灣呢？係愛、係責任定係窮呢？或者3樣嘢都唔係啊？係一個有誠意嘅買家想同我見一見面，食一餐飯，其實咁樣嘅原因已經足夠。買賣當然係要講錢啦，但係唔係淨係講錢㗎嘛。以前咧喺學校工作嘅話咧，人際網絡好局限，但係咧而家做咗鐘錶之後，再加上 YouTube 俾到好多機會我相識滿天下，成個思維同眼界都唔同咗。今次唔係我好開心咧能夠賣出一隻錶，而係好開心咧有人邀請我去台灣一齊咧去傾錶。呢啲咪就係寓工作於娛樂咯。咁當然啦，成個旅程我唔係淨係做呢單買賣嘅，咁我都去咗唔同嘅鋪頭，譬如咧我都去咗中美鐘錶嗰度咧，去睇下唔同嘅錶款，譬如 Jared Charles。喂，咁但係講真嗰句咧，真係令我幾失望。喂，原來我打磨都麻麻地。除此之外我都行咗幾間唔同嘅二手鋪頭啊。包括咧，仲有一間咧叫台北滿錶。基本上咧，今集我所介紹嘅錶鋪咧，大家喺 Google Map 咧都係揾得到嘅。或者係出於安全考量同埋商業上嘅考量，好多錶鋪咧其實都唔係好想咧去拍攝入邊嘅裝潢。對於呢一點咧，我係表示尊重。其實咧喺台灣嗰邊咧，佢哋玩錶嘅文化咧，似乎比香港更加多元少少。但係咧，當我深入了解同呢啲行家去交流之後，我發現一個幾得意嘅現象嘅。原來咧好多時候佢哋要揾一啲冷門偏門嘅錶，相反咧喺香港嗰度入貨，即係話啦，唔係香港玩錶玩得唔夠多元啊，係我哋嘅多元化竟然咧喺另外一個空間移植咗去台灣呢個地方。我印象幾深刻嘅其中一隻錶咧，就係呢隻 JLC 嘅 Diver， 大數字、大刻度、大錶冠同埋個 bezel， 唔講仲以為係一隻 Panerai 嚟嘅。呢啲錶鋪咧放出嚟嘅手錶咧，唔係淨係清一色嘅勞力士、AP 或者 PP， 基本上咧乜嘢牌子嘅嘢咧，佢哋都會各放一隻錶出嚟。當你睇到呢啲唔同牌子嘅錶，你就會想像一下，佢鋪頭入邊咧一定仲有更加多嘅寶物。的確係咁樣嘅，我呢度咧係未能盡錄啊。如果大家有機會咧，都可以去睇一睇。如果要講到咧香港買錶方便咧，的確你去油尖旺、銅鑼灣、中環等等呢啲地方咧，你可以有一個好密集嘅購物體驗。但係喺台灣咧，你要去唔同嘅地方，你係需要搭的士由一個點去另外一個點，然後咧先可以睇到唔同嘅錶鋪。另外一間我去過嘅咧，就係呢一間嘅相對論。由櫥窗嗰度咧，你可以睇得到由幾百萬嘅錶咧，去到幾萬蚊嘅錶咧都有。喺香港，如果係勞力士嘅話，你會見到櫥窗一排排唔同型號嘅勞力士，但係咧好少會將某一啲特別嘅款咧去獨特展示出嚟。
咁但係咧去到台灣咧，我就見到啦，呢隻 LeMond 咧周圍乜錶都冇，就淨係得佢一個咧靜靜地躺在那兒，表示店家對佢嘅尊重。除此之外咧，我仲睇到有好多唔同種類嘅錶啊，包括咧呢一隻咧係2000年代左右嘅 AP Star Wheel。我記憶中咧，香港我好似係冇見過呢隻錶嘅。雖然佢年代唔算係非常久遠，但係咧都算係難得一見。又或者咁講啦，香港呢啲錶可能你都係要去拍賣行先睇得到，但係啦，去到台灣，你只係需要隔住塊玻璃，其實咧你都係睇得到嘅。而且咧，相對論咧嘅店員都對我非常之友善啦。入到去咧，佢仲俾我睇唔同嘅手錶。無論係試戴啊定係講解，佢哋都非常之詳細。我覺得咧呢一點咧，香港嘅錶鋪咧真係值得學習㗎。又或者咁講啊，香港人始終都係太識做生意啦。講咁多，不如咧買多幾隻錶，然後啦將啲錢袋落袋先係最緊要啊嘛。如果入貨啊入埋晒呢啲款，你當間鋪頭係博物館咩？不過我份人又真係衰嘅，當我見到一啲好特色嘅錶，我都忍唔住啊問個店員攞嚟睇下。譬如呢一隻 Cartier CP Basculante， 即係普通版可能唔係好吸引到我，但我一見到咧佢係 CP 嘅 version 咧，我就忍唔住，喂，你可唔可以俾我上一上手啊？佢最好嘅地方係唔單止俾我上手啊，仲俾我攞幾隻出嚟玩啊！咁你知㗎啦，如果真係隻隻都拍晒咧，就真係好嘥人時間，阻住人哋做生意嘅。咁所以咧，我最後咧都只係揀咗2隻錶嚟睇嘅啫。咁其中咧一隻就係呢一隻。咁但係佢包落膠，我冇辦法咧做到另外一個反轉嗰邊俾大家睇嘅。另外咧，我當然冇咁過分，攞啲幾百萬嘅錶出嚟拍嘅。咁所以咧，我揀咗一隻咧我自己都會中意嘅錶啊。咁就係 Overseas 嘅第一代。一隻42040，呢隻錶嘅盤面係有明顯嘅氧化。如果喺香港人嘅眼中咧，呢啲咧就係瑕疵。但係對於識錶嘅人嚟講，呢啲咧就係時代美感。成隻錶啊都已經30幾歲啦，唔通啊你仲要夾硬俾個 filter 去令佢變成嗰啲抖音大媽咩？成日講到真愛係不分年齡，其實港男嘅心目中都係好介意歲月嘅痕跡。我想問下大家，呢隻錶有盒有指，合理嘅價錢，你又會唔會心動呢？定還是你內心諗緊，如果冇嗰啲瑕疵就好啦？另外有一間我有去到呢，就係黃永昌鐘錶。我相信咧有好多人咧都應該聽過呢一間鋪頭噶啦。咁咧喺介紹佢之前呢，我哋不妨咧去睇一條影片，咁啊係介紹呢一間鋪頭嘅。喜歡收藏名錶的玩家對他一定不陌生。59歲的王靖龍維修收藏名錶資歷將近有40年了，甚至呢還是台灣第一個自製陀飛輪錶的人。很多大老闆在國外拍賣會標得古董名錶，不是送回原廠去修，反而指明要他王靖龍幫忙維修。它这边给它打开的话，这个翅膀就会打开。随手一指古董表，都有年份，都有来历。这个音乐盒中来自1860年，价值相当于一台跑车。反正现在华人要找到漂亮的也不多，也很难找到。这只怀表也有200年历史，中国收藏家抢着要。赝品做的实在太像被骗的时候嘛。有一些古董是会200年前仿300年前的东西。虽然有时也会收到赝品，不过59岁的王靖龙维修收藏钟表资历将近40年，台湾自制陀飞轮表，他是第一人。你是那个陶哥派你来的啊，所以没关系。平日午后捧着名表要他维修的客人川流不息，外面修一只名表1、2千块，找他修却要价上万块。像最近我修一个那个陀飞轮3论知名的。那个也是相当复杂的表，那个表全世界没几只。来，我来，来，
就因为在精细复杂的三问表、自鸣表，王金龙带上他自制的头戴式放大镜，就是能找出问题出在哪。甚至客户从国外拍卖会买来的古董表，不送回原厂整理，反而第一时间就送来这。一般表冠很容易磨损，那吊环也会磨损。不过，即使技术受到肯定，甚至打败欧洲大厂钟表师傅，却也难免卡关。像最近有修一个戒指表，那个2问的也非常难修，前后可能也应该花了1年多了吧。倒是大老板艺人玩家还是放心把心头号交给他，也让王金龙不止维修腕表，也摇身成100万钟表师。东森财经新聞，易總龍、陳溫堂台北報道。呢一間鋪頭咧，其實店員都係非常之 nice 嘅。不過咧，因為咧太多標款啦，而且咧都不便拍攝，所以咧我都係冇影到 video 俾大家睇嘅。不過可以話咧，最齊最多標款嘅鋪頭咧，就係非佢莫屬。位置係有少少遠嘅，不過如果大家想睇錶嘅話咧，一定咧係一個好好嘅選擇。呢趟旅程咧，大致就係咁樣完結咗啦。去咗幾個錶鋪，校咗隻錶，食咗餐飯，咁啊3日2夜，咁就度過咗我人生第一次嘅公幹。希望咧大家中意我呢條短短嘅影片。呢度咧係 HK Take Your Time， 我係 Alex。如果大家想買錶、揾錶、寄賣手錶、維修手錶都可以揾我噶。咁我哋下集再講，拜拜。